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就是在今天你的圣殿当中，我们要敬拜你。主啊，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此刻安静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排除所有的不敬虔，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信心来迎接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在礼拜的过程当中，求主保守眷顾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专心聆听你的话语，并且领受你所赏赐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同时将今天带领我们敬拜的所有同工全然交托仰望在你的圣手，求主赐福带领保守，让服侍的同工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可以做美好的服侍，让我们领受祝福，也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主啊，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要来与你同桌，共守圣餐。求主透过这个圣礼点，再一次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属于你的，让我们可以持续这样圣洁的交通，透过这样圣洁的交通来领受见证的力量。求主与我们的教会同在，让我们的教会所有长职同工、属灵领袖以及牧师团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推动各项的事工，让我们所设立的每一个机构所推动的每一项工作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并且带给许许多多人祝福。我们同时也将我们的国家台湾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保守眷顾。最近武汉肺炎的疫情有扩展的趋势，求主保守眷顾一切，并且让我们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更加仰望上帝，知道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障。求主保守眷顾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主日，同时呢，也是一个值得感恩还有纪念的日子。感谢主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母亲，然后透过母亲来爱我们。让我们一起大声的说：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太小声了，再一次，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哈利路亚！我邀请各位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神。在耶稣里彼此相爱，这是耶稣的命令。这首诗歌呢的歌词，我相信也是母亲们对家庭还有儿女们的期待。让我们一起拍手。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生命，赐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冷暖，多饶恕关难。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和睦同居，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生命，赐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冷暖，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对自己说：少嫉妒冷暖，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我们爱，因为神他就是爱。哈利路亚！将一切的掌声归给荣耀的主。是的，我们的神就是爱，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我们的神是爱的源头，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份爱，常常为我们担忧挂虑。在儿女有点进步的时候，他就开心不已；在家人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他们比我们还要烦恼。愿神特别透过接下来这首诗歌，成为母亲们心里最大的依靠和力量。风风雨雨的时候，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很熟。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风风雨雨的时候，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很熟。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
动，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我们从头再唱一次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数算上帝的恩典，他如何陪伴我们走过每一次的软弱无助的时刻，一起用感恩的心回应神。风风雨雨的时候，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揭露，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主你总不撇下我，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离开我。晨昏夜晚陪我度过。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在这一切世上靠你胜过。主总不撇下我，总不撇下我，永远不离开我。晨昏夜晚陪我度过。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在这一切世上靠你胜过。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依靠耶和华的人，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谢谢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数算你的恩典，在我们人生过程中是何等的多。谢谢你的恩手总不撇下，也不离开，陪伴我们度过每个困难的时刻。谢谢耶稣，因你十架上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十架上的宝血，我们的罪得洁净。今天主日早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将自己献上，献给为我们死里复活的主。唯有主在我们生命中，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的宝血洗净我，恢复我心深处，我要永远宣扬你作为。你赐给了我新的盼望，你奇妙能力医治了我，我愿意献上我的灵，单单归于你，因耶稣你是
我的一切。十架，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主唯有你在我生命中，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的宝血洗净我，恢复我心深处，我要永远宣扬你作为。你赐给了我新的盼望，你奇妙能力医治了我，我愿意献上我的灵，单单归于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举起手敬拜他，因主的十架，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弟兄姐妹一起开口祷告。是的，今天早上圣灵要运行在我们当中，耶稣的医治要临到，耶稣的爱要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向神来敞开，卸下一切的重担，单单仰望他十架上的大能，献上自己，开口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神，我们仰望你，愿你的灵充满了生命，愿你的爱来医治每个受伤的心，被你来触摸，主，要被你来得着。在今天早上，我们献上我们的心给你，将一切的劳苦重担卸下给你。我们要单单依靠，仰望主你十架上的大能。主，愿你来释放，愿你来医治，愿你来掌权。
家，我的神，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因你的施加，我活着。施加我们得胜，你的施加，我的神，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主是的，唯有你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的生命才得以完全。谢谢你十架上的大能医治恢复我们，叫我们能靠主得胜。愿今天这个特别的主日，主你亲自赐福保守鼓励安慰每一位母亲的心，同时也被你的爱和喜乐大大的充满。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让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要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5章21到28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6页。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耶稣离开那地方，必到泰尔和西顿附近地区去。当地的一个迦南女人来见他，喊着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痛苦不堪。”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门徒上来求他说：“请叫他走开，他跟着我们，一路喊叫呢。”耶稣回答：“我奉差遣，只去寻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那女人一听见这话，就在他的脚前下拜，说：“主啊，请帮助我。”耶稣说：“拿儿女的食物给小狗吃是不对的。”那女人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呢。”于是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好大呀！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他的女儿就在那时候好起来了。圣经以上，今天蔡牧师要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迦南妇人母亲的爱。迦南妇人母亲的爱，请我们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所以牧师在圣经人物系列当中特别分享一位母亲。这位母亲圣经也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但是却是一位相当伟大的母亲。那我们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先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此刻要领受你的话语，求你保守眷顾我们的心，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恳求您此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你的话，并且把它实践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迦南地的这个妇女。那今天的故事一开始就说，
耶稣离开那个地方，必到泰尔跟西顿附近的地区去。当地有一个迦南女人来见耶稣，喊着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痛苦不堪。”所以我们发现，今天这个迦南妇女她来见耶稣，她是一个忧愁的母亲。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她的处境跟困难。首先，我们要知道她是一个迦南的妇女，迦南的妇女。那耶稣这个时候是来到一个地方叫泰尔跟西顿附近，这两个城市都是靠近地中海的两个港口。这两个城市住着许许多多的外邦人，所以这个迦南的妇女就是在这边的外邦人。那传统以来，这两个城市因为经济上的富裕，导致这个城市的人非常奢侈糜烂，甚至充满了邪淫污秽，所以长久以来跟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是极端排斥的。所以这个迦南的妇女她首先她来见耶稣如果不是真的走投无路，她根本不可能来见耶稣，因为她跟耶稣之间存在着一个种族跟血统上面的隔阂。一般来说，以色列人他们是不会跟外邦人来往的，因为以色列人认为外邦人不洁净，那外邦人看以色列人也看起来不舒服因为他们一直排斥他，所以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不可能来找耶稣。他为什么会来找耶稣呢？是因为他的女儿被鬼所附。圣经说他的女儿被鬼所附，痛苦不堪，所以他期待耶稣可以来帮助他，因为他可能风闻耶稣的这个名声耶稣会医病赶鬼，所以他想要来找耶稣，来替他解决他女儿被鬼所附的这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这个迦南的妇人她跑来见耶稣，她称呼耶稣是主，又称呼耶稣是大卫之子所以很明显的他大概是跟着别人叫耶稣了，人家叫耶稣是主，他就叫耶稣是主；人家叫耶稣是大卫之子，他就跟着称耶稣是大卫之子因为只有以色列人才会称弥赛亚做大卫之子大卫的子孙那他因为要求耶稣，所以他就叫着耶稣，而且在后面一直跟着耶稣一直喊叫。所以我们可想而知了，这个迦南的妇女她的女儿被鬼所附，她可能因为用尽所有的方法都得不到回应跟医治，所以她现在必须跨越种族跟宗教上的限制，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祈求。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对她的态度一开始耶稣对她的态度好像很奇怪，因为圣经说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就是这个任凭这个妇人大声的喊叫，一直叫他，结果耶稣一句话也不回应。那事实上耶稣的沉默并不代表拒绝，有时候沉默是有目的的，他要借此对这个妇人以及身边的人做一些教导。但是这个时候门徒忍不住了，受不了他的喊叫，所以他就上来告诉耶稣说，请叫他走开了，他一直跟着我们一路的喊叫，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我们的行程结果耶稣回答一句话耶稣跟他说，我奉差遣只去寻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犹太人？她是一个外邦人。她一开始就称呼耶稣是主，是大卫的子孙所以牧师刚才解释过了，她可能是听别人怎么叫，她就怎么叫。人家叫耶稣是主，她就叫耶稣是主；人家叫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她就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个名称是犹太人给弥赛亚的称呼，所以耶稣跟他说，
我奉差遣，只去寻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用这句话来对他说：如果你称呼我做大卫的子孙，那我就看起来就跟你们外邦人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因此，耶稣用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拒绝的话来提醒他。那耶稣对他说这句话之后，我们发现他没有再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而是向耶稣说什么？说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主这个字就具有普世性，所以他称耶稣是主的时候，就是承认耶稣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救主。所以耶稣用这句话来帮助他明白耶稣的身份。那马太福音书的作者这句话马可没有写只有马太有写。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也透过这样子来让读福音书的犹太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过去可能有一个观念认为说基督教信仰是外来的信仰，那甚至我小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基督信仰是外来的信仰我们台湾人不应该背离这样的传统我们台湾人应该要信仰我们自己的宗教。事实上告诉我这些事情的人他一点都不了解。我们要知道很多台湾的信仰都是外来的，甚至连很多台湾人都是外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祖先都是从外面移民过来的。那就台湾本岛而言牧师让大家看一份这份文件是这个300多年前基督教传来台湾的时候所留下来的这个圣经的翻译本。那这是荷兰时代我们知道台湾的那个基督教信仰在荷兰时代300多年前就有了甚至比妈祖的信仰还早。妈祖是在郑芝龙、郑成功之后才传过来的。但是牧师也要告诉大家比这些都没有意思。我们要明白一点，台湾人也是上帝所创造的。耶稣并不是传教士所带来的，耶稣自始至终都跟我们同在。所以上帝的救恩也要临在台湾人身上。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就可以突破很多限制。我们知道基督信仰不是外来的，而是过去我们不清楚，传教士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也是上帝所创造的。耶稣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救主，这一点我们要清楚。那另外我们看耶稣说这句话耶稣说我奉差遣只去寻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耶稣说这句话同时也有一个目的，这句话不是要限制他的工作范围，不是说耶稣的工作范围是只有限于犹太人，不是这样子，而是在说明上帝的计划。我刚才说过，马可福音书记载当中没有这句，马太福音书是为了让他的读者，就是犹太人能够了解，所以他把这句话记录下来，让犹太人可以明白上帝对于救恩的奇妙计划。因为一般犹太人都认为说上帝的恩典只限于这个民族，这是错误的。耶稣说这句话不是指福音只传给犹太人，不给外邦人，否则最后耶稣也不会救这个妇人的女儿。耶稣是说明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完成上帝交代他的使命。耶稣的使命就是在耶路撒冷为我们钉上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让我们得到拯救。所以接着耶稣死复活之后，才差遣这些使徒在外邦宣扬基督的福音。所以这是上帝的计划。所以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看到最后在28章的时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大使命。大使命就是告诉我们说，要使万国万民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所以上帝的救恩并不是限于某个民族，
但是上帝的计划是有先后顺序的，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而后外邦人。”所以，上帝的救恩是限制在什么？限制在信心，限制在相信。而他的计划是先是犹太人，而后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明白，上帝是一个有计划的上帝。我们作为他的子民的，必须要明白他的计划，并且配合他的计划去推动。今天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生命为神做见证，让福音可以让更多的人领受祝福。那第三个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当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马上引起这个妇人的紧张，因为他生怕他唯一的希望失去了，所以他马上跑到耶稣的脚前说：“主啊，请帮助我。”他的哀求是充满恳切的，是充满诚意的。接着，耶稣跟妇人有一段精彩的对话。首先，耶稣用了当时犹太人常用的一句俗语来考验妇人，但是耶稣把这个俗语当中的一个关键字把它做更改了。耶稣说：“拿儿女的食物给小狗吃是不对的。”那一般来说，犹太人对外邦人，把外邦人看作不洁净，常常用狗来形容外邦人。但是我们要注意耶稣把这一句俗话的当中的一个关键字更改了，就是一般犹太人他说狗的时候是用野狗这个字，是不洁净的野狗，但是耶稣把它改成小狗，这个小狗是家里面豢养的小狗，所以跟一般的这犹太人不一样，所以在这边耶稣不是用很狠毒仇视的方式来对待他，而是用温柔的语调对他说拿儿女的食物给小狗吃是不对的。可是这个妇人就很有智慧的回答说：“是啊，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血屑啊。”因为他知道耶稣跟一般的犹太人不一样，他不认为外邦人是在外面流浪的野狗，而是在家里被豢养的小狗，被主人疼爱的小狗。他已经进入上帝的家中被接纳了，所以他说，如果主人愿意，家中的小狗也可以蒙福啊。他认为耶稣虽然把他的工作焦点放在以色列人身上，这是上帝的计划，但是外邦人多少也可以得到一些怜悯。在这边我们看到妇人的信心，他深信耶稣有能力去救助他的女儿，只要耶稣愿意，他必然能够行神迹。这就是这个妇人的信心啊。所以耶稣就对他说：“妇人，你的信心好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在这边我们又看到一个神迹奇事的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就是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因着信心，她的女儿被救助了。这个结局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同时也让我们体验到母爱的伟大。在这边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这边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这个身为一个母亲的人，她是多么样的疼爱她的儿女。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母亲的爱，她的爱是真切、真挚而且热切，不是用理性可以评估的。在这边，牧师说母爱是非理性的，不是说母爱不理性哦。非理性跟不理性是不一样的。非理性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理性来加以了解。我们注意看这段经文，迦南的妇人来求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主啊，可怜我吧。”照理说，被鬼附是谁被鬼附？是他的女儿被鬼附啊。这个母亲照理说了照理性来说，是应该说：“主啊，你可怜我的女儿吧，因为我的女儿被鬼附了嘛，所以你要可怜她。”可是
这个母亲不是说这样，她说：“主啊，你可怜我吧。”表示什么？表示说这个孩子的痛苦已经转移到自己身上。我的女儿被鬼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是作为母亲的人，把这样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把儿女的苦痛都承受下来。所以我们在座做过父母亲的人都知道，儿女是每一个父母心头上的一块肉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我们生病发烧因为我是牧师单亲家庭，我9岁父亲就过世。我们家里面如果小孩子生病我母亲已经非常着急那除了工作之外，她一回来就要马上照顾我们，然后要带我们背着我们去看病所以我依稀还记得那个小时候的种种状况母亲那种把儿女的生病苦痛当作自己的苦痛。所以我们看一个母亲从怀孕、从生产、从养育、从教养，做母亲的一生都挂念儿女。所以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怀第一胎要生产的时候因为要生产非常痛嘛有生过孩子的妇人都知道，她痛得忍不住她就拉着这个护理长的手说：“现在是不是最痛苦的时候？”这个护理长就跟她擦擦汗说：“等这段时间过去之后接下来50年都是这样的痛苦因为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母亲陪伴着他人生的经历。我们生命当中的挫折，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担忧；我们生命当中的苦痛，我们的母亲跟我们一起苦痛。这就是牧师所说的真实非理性。我们要理解，就我的观察一个女孩子当母亲之后，个性上都会有突然一些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一个做妈妈的她到菜市场去买菜跟那个菜贩斤斤计较论斤称两，一定要斤斤计较。可是没有一个母亲会跟自己的孩子斤斤计较，好像愿意把自己所有的都拿出来给自己的孩子。在我们看来，这完全不理性嘛。但是做妈妈的就是这样子。每一个母亲去菜市场的时候，算术都很好，回到家里面算术都不及格，判断力也会失错。每一个母亲都变成戆人，这就是一个做母亲的爱。再来，我们来看迦南妇人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母亲的爱是充满坚定而且顽强的。我们看到他呼求主耶稣，耶稣好像不理他，一言都不答，他继续呼求，就门徒怂恿耶稣要把他赶走，他不放弃，他继续呼求。耶稣的对话当中似乎给他难堪，给他拒绝，但是他继续呼求。为什么？因为他女儿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啊。也是因为这样子，他的信心就一步的加强。被拒绝之后，他再一次的哀求，又一次的加强，到最后为他儿女以及自己得到了拯救。虽然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他的信心救了他的女儿，但是是什么力量让他产生信心呢？他的信心是源自于那永不放弃的爱。所以母爱是坚定而顽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不在乎面对的挑战是多么大，都愿意承担。其实我在想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过去在她家也是千金大小姐，嫁给我父亲之后没想到我父亲很早就过世，要承担3个孩子的成长，让他蜕变他的人生真的是蜕变。
从一个千金大小姐，变成一个为儿女辛苦一生的母亲，是那样的爱哈，所以使每一个母亲都是充满坚定，而且充满顽强的，为了保护儿女，不在乎面对的挑战是多么的大。最后我们来看，因为母亲的爱的结果，儿女得着祝福。这故事的结局是充满喜乐美好的。耶稣因着迦南妇人的信心以及他的爱，救了他的女儿。有这样一个母亲的女儿是何等的福气啊！因为母亲所做的，让她自己也蒙福了。一个好的母亲就是让她的子女蒙福的。迦南的妇女是有智慧的，因为她知道她女儿的问题只有耶稣可以解决，所以她就紧紧的跟着耶稣，抓住耶稣。那我们每一个在座的父母也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人生不可能我们一辈子陪着他，只有把他引导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的儿女才能够真正蒙福。只有把信仰传承下去，这样才是真正的爱我们的儿女。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在座母亲还在的弟兄姐妹，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适时的表达我们心中对母亲的感谢，并且用我们的能力来让母亲得到快慰。我们在座做人父母的，也应当把最大的福气带给儿女，就是把这样的信仰介绍给儿女，让他可以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求主赐福保守眷顾在座所有的母亲，让他们身心灵都得到神的保守。也恳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纪念母亲对我们的爱，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请我们一同站立来攻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大家请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他的教会，按照教会的规矩，可以领受圣餐，就是已经接受过成人洗礼或是坚信礼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与主同桌，恭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来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也这样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曾经拿起饼，祝谢拨开后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吃完之后，也照样拿起杯，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曾经拿起饼祝谢，所以我们奉他的名，照他的样式，首先来感谢上帝。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现在我们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赎罪的祭。主啊，我们谦卑恳求您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心而分享你的身体跟宝血。因着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也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成长，用我们的生命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用恭敬的心伸出双手，我们小会员会把饼放在你的手中。楼上的弟兄姐妹，如果要领圣餐的，请你到楼下来。
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主耶稣说：“这个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用恭敬的心拿着这个杯，在心中默想感谢主耶稣，因他流出的宝血洗清我们所有的罪。这个杯是新约，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恩典与各位同在。我们同心来感谢。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今天与你同桌领受圣餐，来培育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
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时，求你能鉴察悦纳我们，同时求你用慈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从今之后更能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现在来奉献。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圣的主日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敬拜你，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用耶稣的宝血重价赎回我们，也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可以用时间、金钱、能力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我们现在站立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大家翻开周报第7页。肢体关怀，本会会有审理阿志姐妹于4月26日安息主怀，定于5月17日下午1点半在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另外这边要再补充，本会会有施丽青、施丽淑姐妹的母亲李石珠姐妹于5月7日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周报第9页，装备委员会消息，
有听故事学圣经，在5月2号开始，每主日9点到10点，在109-202号教室。也欢迎新受洗的姐妹或者慕道友，以及想要复习圣经的弟兄姐妹，能够报名参加。那想要在8月22日受洗的兄姐，那也请报名参加这个6月13号开始的洗礼造就班。另外，手中体验课程在6月的每一个礼拜五晚上，在805教室，如果有兴趣的兄弟姐妹，也可以欢迎报名参加。那其他的消息再请大家详阅周报的内容。那我们现在请牧师来赠送礼物，以及欢迎来宾。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有一个礼物要赠送给在座已婚的女士哈。那我们有一个，因为为了方便大家使用这个礼物，我们有一个影片，好传播，有拍一个影片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来。喂，阿母，我等啦。啊，你寄的物件我有收着，但是这是啥货啊？我拢看无了。我看你拢用迄个足大粒的耳机挂伫迄个颔棍安尼伤大粒啦。我想讲吼，迄较细粒插伫耳孔内面，你就会当听音乐嘛会当含我讲话哦，蓝牙这是要哪用啊？我看无呢。你袂晓用哦，无要紧啦，我甲你教。我等下吼，我用一个影片互你看。首先就是咱摕出来有2粒耳机，搁一个鸭，这个鸭是互咱互你保管，搁会当兼充电。只要摕出来，伊就当开始使用。咱拍开咱的手机伫咧设定内面有找到一个蓝牙，了后。蓝牙了后，咱开始找，以蓝牙也去找到一个其他装置。有一个叫做 ADATA， 这牌子的名，你甲伊点入去，伊就开始配对，配对了，开始开，会当使用。你影片看了吼，你若真正看无吼，你甲叫阮弟弟啦、阿辉啦，甲手机吼，含你的迄个耳机吼，甲塞做对，爱配对啦。这是要互你母亲节的礼物啦。等等，谢谢你哦，你个都爱你救命哦。好啦，我嘛爱你啦，救命救命救命！好，这个礼物哈，请大家回去再打开哈，因为你现在打开可能会连到别人的手机哈，所以请大家好那这时候我们请在座已婚的女士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先给他们鼓掌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义志工来发给大家因为这个颜色是随机的你可以如果不喜欢这个颜色，可以跟别人换好，拿到礼物就可以坐下来各位妈妈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耳机送给你的儿子
好，我们再一次鼓掌来祝福这些妈妈们哈。这时候牧师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好，这边有玉成的朋友哈，那个庄婉婷小姐，啊，在这边哈，欢迎哈。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没有介绍到的？那欢迎贵宾，待会可以去我们的贵宾室做进一步的介绍跟接待啊。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哈。那我们尽量从前面2个门出去。好，谢谢。